歡迎收睇，我係美聯物業嘅崔導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下我哋上水古洞天聯嘅2期呢一個放租嘅單位。佢嘅實用面積咧係有2792尺，而花園咧係有2683尺。下邊地庫咧仲有2個車位啦，上層咧仲有主人套房同埋2個睡房嘅。一齊跟我入嚟睇下呢一個放租嘅單位啊！呢間屋咧係設有2個車位嘅，咁有蓋添。而且仲可以喺車庫咧直接用樓梯上返你自己屋企㗎。由大門入嚟咧，呢一個就係客飯廳啦。我哋睇到咧兩邊都有落地嘅玻璃，採光非常充足。呢間屋2792尺，我哋用另一個角度欣賞下呢個長形嘅客飯廳啦。樓梯旁邊咧仲有客人專用嘅洗手間，房前面咧仲有呢一個家庭廳，你亦都可以做書房，亦都可以擴闊做廚房嘅另一個部分。咁我哋睇到呢一個廚房咧，佢有2個雪櫃啦，所有名牌Gardner嘅電器都有齊晒㗎。由樓梯上去睡房區先，到嚟咧就有一個家庭廳，廳旁邊呢個咧就係主人套房啦。你睇下幾有氣派，擺晒 Super King Size Bed， 甚至乎按摩椅，擺張書台都可以。仲有個露台可以望返自己嘅花園。另一個角度嚟睇下呢個主人套房，配有浴缸、企缸，仲有個雙星盤嘅主人套房浴室。呢間睡房咧就有個套房，有浴室嘅。好啦，另一間嘅睡房咧都係一間套房嚟㗎。2層屋嘅租盤，有興趣可以打俾我崔導預約睇樓啦。